起来为今天的服事跟敬拜来同心祷告。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特别伫这个感恩节，你的囝儿查某囝来到你的圣殿，阮同心主祭，将你应该得到的荣耀归献伫你的手中。感谢你对年头到年底，对春天到冬天主你的保守。感谢你，互美光教会完成一个真水的工作。阮伫你的面前有着美光教会将来的发展，甲兄弟姊妹因的灵命来感谢你。主你互因带来学乐的诗歌，伫你家己的圣殿内。阮伫今仔日嘛要向上帝你的献上感谢，因为所有一切美妙的事，拢是上帝你家己所成就。阮伫你面前将今仔日的敬拜，所有的侍奉、学乐的诗歌、牧师的信息，拢交伫你的手中。愿主你的圣神来祝福阮今仔日的聚会，祈祷我归所有性命。阿门。好，我们来敬拜哈，我们敬拜。亲爱的兄弟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今天看到大家一起来到我们竹堂教会，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一起来唱《前来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前来敬拜永远的君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声宣告出荣耀降临，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赎，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配的，你是配的，你是配的，我的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前来敬拜永远的君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声宣告出荣耀降临，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赎，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配的，你是配的，你是配的，我的敬拜。荣耀尊贵，荣耀尊贵，美丽无比，神的儿子。耶稣我的主，荣耀尊贵，美丽无比，神的儿子，耶稣我的主，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赎，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配的，你是配的，你是配的，我的敬拜，荣耀尊贵，
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赎，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配的，你是配的，你是配的，我的敬拜。你是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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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敬拜。哈利路亚！接续咱来唱《耶和华祝福满满》。不管咱是厝，咱是地，咱的上帝拢要伫卡保守咱，伊的慈爱永远伫地。阿门。田中的白灵是无欠缺啥物，山顶的百合花，春天很芳美，总是全能的上帝。你受所情风声，予地就花的果实，献出疼痛的根基。田中的白灵诗，田中的白灵诗，无欠缺啥物。山顶的百合花，春天很芳美，总是全能的上帝，为你受所情风轻，予地就花的果实，献出疼痛的根基。耶和华祝福满满，亲像海比土沙，稳定自来的高万世代。我要野手敬拜你，出欢喜的歌声，学了亲像伊命永无散。田中的白灵诗，田中的白灵诗，无欠缺啥物。山顶的百合花，春天很芳美，总是全能的上帝，为你受所情风声，予地就花的果实，献出疼痛的根基。耶和华祝福满满，耶和华祝福满满，亲像海比土沙，稳定自来的高万世代。我要野手敬拜你，出欢喜的歌声，学了亲像伊命永无散。耶和华祝福满满，耶和华祝福满满，亲像海比土沙，稳定自来的高万世代。我要野手敬拜你，出欢喜的歌声，学了亲像伊命永无散。咱同齐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咱感谢你，感谢你，予咱亲像田中的白灵诗。若是咱伫你的内底，咱拢无欠啥物。求你收赐咱，你祝福；求你收赐咱，求你收赐咱，予咱有满满的祝福伫咱的中间。亲像海边的土山，阮知你的恩典会的确对咱到一世人。我安尼祈祷，都是奉主的圣名求，阿门。最后一首，咱的唱，我要看见。求咱的主，不管是伫德堂教会，也是伫美光教会，拢会看见咱上帝荣耀伫咱的中间。求你降下同在，
在你赐名的敬拜中，求你显出荣耀，在你赐名的赞美中，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求你降下同在，求你降下同在，在你赐名的敬拜中，求你显出荣耀，在你赐名的赞美中，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我们呼求你的名，求你恩待我们。我们宣告你的名，求你怜悯我们。求你与我们同行，使我们的安息在你面前蒙恩。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这时代，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这时代，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请咱闭眼睛，准备来礼拜。
耶和华啊，你用恩惠款待你的百姓，求你也用这纪念我，用你的救恩临到我，互我看见你敬的百姓的福气，欢喜你的国的快乐，甲你的产业三角荣光。这是咱三个来吟圣诗来学乐咱的上帝。圣诗67首，我心学乐上帝，请起立吟全首。我心学乐上帝。这是咱三角形使动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免。现在请坐。这是咱三个来启应，启应文20篇。
恁着耶和华唱新的歌，全地拢着耶和华唱歌，着耶和华唱歌，祝谢伊的名。日节传播伊的救恩，伫列邦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做。因为耶和华最大，应该受极大的懊恼。伊伫正心命的顶面，应该受敬畏。因为列邦的上帝拢是虚假，独独耶和华创造这个天，伫伊的面前有尊贵甲威严，伫伊的圣所有关联甲荣光。百姓中的逐族啊，恁着将权能荣光归乎耶和华，归乎耶和华，用伊的名所应该得到的荣光归乎耶和华，大礼物来自伊的意。着用圣洁的砖塔敬拜耶和华。全地伫伊的面前袅袅窜，伫列邦中着讲，耶和华最王，世界坚固无摇动，伊要降平心化万百姓，愿天欢喜地快乐，愿海甲其中所充满拢出大声，愿田园甲其中所有的拢快乐。迄时树林内的树木，拢要伫耶和华的面前出欢喜的声，因为伊来啦，伊来要审判全地，伊要照公义审判世界。照事实审判万百姓。这是咱过来吟圣诗，圣诗149首 A 调，美妙主耶稣，请一个吟全首。只是请三个额头来祈祷，享受稳定甲平安的天父，阮深深感谢你。以色列甲哈马斯会当往停战的方向来进前，求你怜悯所有伫即场冲突无辜受害的人。阮嘛求你，互发起冲突的人更加有智慧。互因明白战争甲冲突
不知无法度带来利益甲胜利，家己的同胞佫较有可能陷入无必要的惊吓。求你将仇恨对遮的领导者的心内刷开，互世界赶紧恢复正人所期待的和平。阮伫感恩节时刻，甲美工教会做伙伫遮敬拜。感谢你看顾阮两间教会，伫德登教会衰微的时，你要气煞阮，互阮看到你关联的双手，通互德登教会有遮尔大的改变甲复兴。当阮决定起做教育馆的时，阮嘛知阮的资源有限，但是阮有愿意付出的兄弟，嘛有因为主的名愿意听阮帮助阮的教会，阮才有十足信心来起做教育馆。同时，阮嘛看到美工教会真拍拼，用因的心血起做因的圣所来献互你。阮嘛真荣幸会当参与其中。虽然阮的帮赞是小可，但是主你拢纪念。遮的美事，拢毋是因为阮来成，若毋是因为主的疼，美工教会甲德登教会拢无法度见证遮尔水的交流，遮尔感动人的故事，遮尔丰富的疼甲心热。伫即个时刻，阮除了献上感谢，嘛恳求你继续看顾阮，互阮新的会堂真侪阮会众更加坚固。更加甲主亲近的圣所，嘛带领搁较侪新的来认捌你、就近你的换命。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免。上帝有个就是拄起世界。赞美，咱请美光教会。
这是咱三甲来恭守上帝的话。咱来看一位圣经，记载伫新约圣经马可福音14章第3节到第9节。马可福音14章第3节。耶稣伫伯大尼太哥西门的厝坐倒时，有妇人来，带玉盘内面堆滴几器真的哪达香油，敲破玉盘，摒伫耶稣的头壳。有几个人生气，三甲讲：安尼破坏即个香油有啥物路用？因为即个香油话袂得银仔300外个来互送香人，就毋愿意。若是耶稣讲，出伫伊，恁写书刁难伊，伊所行来款待我的是好事，因为常常有送香人甲恁直地，爱好款待因，不管是拢话，若是我无常常甲恁直地，即个妇人是真以所话来做。伊大声将油抹我的身躯来备办埋葬。我实在甲恁讲，普天下无论什么所在传福音，也要讲起即个妇人所行来纪念伊。正道题目是美事，请萧牧师。咱搁一摆三角来祈祷，至实的爸上帝，感谢你的听。你感恩这个时，我实在真欢喜。原美公教会会使甲德长教会两间教会三角联合来庆祝这个圣感恩节的礼拜。感谢主，互有这个机会，而且三角做礼拜，三角交易分享上帝你的听，愿你的神祝福阮两间的教会。未来宣教顶面得到上帝更较大的稳定，更较大的听谈，完成被上帝祝福。打一粒，阮将今仔敬拜摆在你的圣手，愿主稳上加稳，力上加力来祝福阮的敬拜，祈祷感恩，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阿门。曾牧师，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恩典。你感恩这个时，阮两间教会咱三个来做礼拜。为什么阮美光教会今仔日会来德长教会做礼拜？是因为我要感恩，感恩恁对阮美光教会过去所做的水事。是因为阮美光教会伫几年前的建堂，阮无经费。我来拜托曾牧师，拜托咱德长教会，是毋是会使来借阮这个建筑的基金？曾牧师真欢喜，教会兄弟姊妹真欢喜，帮助阮，借阮100万无利息的建堂基金，互我伫这建堂的顶面会使得到真大的帮助。我是真感谢主的听。随望伫几年前，阮献堂都是阮搁一届伫这感恩节的时，我们搁来一届来到大家面前，伫上帝面前来感谢主对阮的恩典。对我的听，曾牧师，我真尊重伊，伊是我学习的目标。庄牧师是个很不错的牧师哈。曾牧师来到德长教会那个几年啊？几年了？35年哈。各位弟兄姐妹，庄牧师来主堂教会已经35年。我记得几十年前哈，我头一次来到主堂教会的时候。我看到主堂教会隔壁那个漂亮的公园是牧园，我吓一跳。哇！10几年前，教会跟牧园是结合在一起。曾牧师他在35年前毕业就派到这个教会。我记得主堂教会当时派传道师都是2年左右就离开了。很多传道师一断袂掉，
一直到子母书来的时阵，伊倒落去，伊哭落去，伊遮无会，无用这间教会30年后，这间教会莽撞无共款。早上阮会知影来的时阵，阮回友感觉哇，这间教会那遮水。我讲哦，30几年前这个教会是很卑微的啊，旁边就是牧园，但今天完全都不一样。亲爱兄弟姊妹，所以我讲，我这部书是我学习的目标啦吼。所以伊的精神值得我一生来学习。这部书出价而即个35年，无简单。伊讲伊要做到70岁，上帝多多祝福伊，头前道路得到上帝帮助，扶持甲看顾。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美光教会每次有庆典的时候，我都会穿安尼啦我们都穿这个衣服都会戴这个花圈这是我们原住民教会的特色。感谢神的恩典今天早上我们也是穿这样子来敬拜神上帝恩典赐福咱，互咱大家人伫主面前来荣光主的名，来为主做好的见证。今日会知影牧师要通过着马可福音书14章第30到第90，咱来思考水事也是美事。伫这几年，我伫牧会中间，我常常会分享这段经文，这个信息。今仔日会知影同款，我用这信息甲咱兄弟姊妹大家来分享上帝听。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想过吗？在你生命当中，什么款的代志对你来讲是一件美事？有人这样认为，伊讲我的家庭若平安，对我来讲就是一件水事。有人嘛安尼讲，我的细囝会使好好读册，后摆有好的将来，对我来讲就是一件水事。某人安尼认为我以后可以嫁个好老公，娶个漂亮的老婆。这样子对我们就是一件美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想过无？在你生命当中，什么样的事对你是一件美事？求上帝恩典赐福你，让你有美好的信仰，在上帝的生命里面来得到你想要的。愿上帝赐福你的美事早日成真。牧师常常在想一件事情：一个人的成功。一个人成功，不是他赚很多钱，他有很好的地位。我常常在想，一个人的成功，一个人的成功是不是有过着迄个德行的生活？是不是要过着圣洁的生活？这才是重要。我们台湾俗语有一句话这样说：“虎死留皮，人死留什么？名啊！”这个名很重要，我要留美名。留这个好名声，在这个地面上，可能你在你生活过程中，你会被人家误会、被人家攻击，都没关系。你只要心安理得去做，有一天，上帝会为你摆设宴席，让你得到上帝的祝福，得到上帝的恩典，得到上帝给你的礼物让你得到很好的生活品质。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马可福音书第14章第30到第90，咱有看到，这有记载着一群人伫太哥西门的厝里坐倒的时阵，主耶稣嘛伫遐。迄时有一个妇人人，这个妇人人真有疼心，伊知影主耶稣伊要得到艰难的代志，伊将伊身躯他身上那个很珍贵的拿达香膏，把它拿出来，伊甲香油拍破，将油膏倒入耶稣的头壳，准备耶稣的埋葬。那个时候有很多人在那议论纷纷，说这个妇人怎么那么浪费？他可以将这个香油拿去卖钱，帮助穷人，不是很好吗？可是耶稣不是这么认为。耶稣说，我们随时都可以帮助穷人，但今天不一样。这个妇人是将她所珍贵的拿达香膏，她奉献出来给主耶稣。在我们圣经里面说，这瓶珍贵的拿达香膏会使卖多少钱？300多两。各位弟兄姐妹
300多两到底有多少钱？我去把它查考，我才知道，当时300多两银子是一个人在犹太人当时的社会是一个人1年的工资啊，多不多？很多啊！这妇人非常甘心乐意将这瓶纳达香膏奉献给主耶稣。主耶稣说：“他在我身上所做的是美事啊，是一件水的事啊，就是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福音的，都要诉说这个妇人所做的，以为纪念。”主耶稣讲，伊就无论行到什么所在，大家人都会为了耶稣行来纪念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帮助咱生命中间，咱会使为了咱的教会，为了咱的家庭，为了咱的社会来做好的事。你的贡献，你的奉献，你所做的，有一天人会纪念你。愿天父上帝恩典祝福咱每一个人，让咱有真好的信仰，咱来做好事来荣光上帝。早上在这里，牧师要来分享一个故事，这个是真实的故事。这故事发生于18世纪、18世纪的美国的乡下的地方。在美国乡下地方住了一群黑人的同胞啊。这群黑人的同胞，他们很努力的工作。里面有一个领袖，黑人的领袖，这个领袖的名字叫做加尔。这加尔咖利他常常鼓励他同胞说：“你们要认真努力赚钱，你们不能在白人的社会让人家瞧不起。”他的百姓很听他的话，大家真认真地打拼，要赚钱。两位兄弟姊妹，18世纪的美国的庄脚会使赚什么钱？在当时18世纪，美国的乡下很流行种一种东西，叫做美国棉花，我们应该有印象。他同胞大家都在种这个美国棉花，兄弟姊妹，人知影做田人是看天吃饭啊。等伊要收成的时阵他们收成非常的不好。哇！他这个领袖加尔头就很痛。伊甲上帝讲：“我的百姓这么认真种这美国棉花，为什么赚钱会赚这少呢？收成会这歹呢？”这领袖他就跪在地上，向上帝祷告，向上帝呼求：“主啊，你帮助伊，帮助伊，帮助伊的同胞会使入美国社会，会使赚较侪钱的。”于是，伊甲上帝求智慧。上帝真的启示他，启示这个加尔。上帝跟这个加尔说：“你们的土地的问题，你们的土地根本就不适合种棉花，适合种什么？等一下牧师告诉大家。”我记得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们的就业教授常常跟我们学生讲一件事情，甲我们讲什么？伊讲土地啦，土地就是性命。迄时我听无呢，我听无阮的教授，你讲这什么土地是性命，我听无呢。到尾，阮的教授有解说，伊讲当以色列百姓因出埃及的时阵，因有家己的土地无啊？他们没有自己的土地啊！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自己的土地，但是上帝很爱以色列百姓啊。后来，上帝赐一个很肥沃的土地给以色列百姓，那个土地叫什么名字？迦南地啊，流奶与蜜的迦南地。上帝赐给以色列百姓，要以色列百姓他们世世代代可以在自己的土地生活下去。我听有啊啦，原来土地就是生命，就是这个意思。每一个人都要站在自己的土地生活，一生一世，生养众多。了解，土地就是生命。有一次，我小时候我发高烧，
我爸爸带我去医院给医生看，护士消息说要打针，我听到的时候我很害怕，我就哭了。我都还没打针我就哭了。我爸爸很爱我，他跑到我的耳朵讲一句话，他说：“男孩子不能哭，查某囡仔袂使哭，要勇敢。”我爸爸很了解我，他说：“等一下打完针哦，他要买释迦给我吃。”我爸爸知道我很喜欢吃释迦，他说要买释迦给我吃，哇，我就不哭了，因为释迦很甜。小孩子很喜欢吃甜，我也很喜欢吃释迦，我就不哭了。那护士阿姨就拿那个针筒，很大只的针筒打我的屁股，哦，很痛啊！我嘛哭到这么大声呢。是我的爸爸，他没有食言而回，伊要释迦给我吃，我摕到释迦，足欢喜的，袂记你疼。我比你这个墙壁的那个角落，我在快乐的吃释迦。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上帝这么爱我，当我神学院毕业的时候，总会派我到台东太麻里教会当传道师。各位弟兄姐妹，太麻里出什么水果？释迦，不好死啊嘞！哇，上帝你也这爱我啊，这疼我啊！你知我爱吃释迦，我派我来这太麻里。哦，当我知道我要去太麻里教会的时候，我满心欢喜啊！哇！感谢主，我带着我的牧师娘，那时候那是传道师娘还有我大女儿恩妮，那时候我只有三口而已。我从台南神学院就到太麻里去。当我到太麻里教会的时候，哇，那个地方那么漂亮，一边是海，一边是山，有够水的啦！我去的时阵真的呢，会友真的很爱我呢，大家都带释迦来看我啊。哦，我很高兴呢。哦，上帝你足疼我。我甲我的牧师娘讲你紧的去甲教会的冰箱拢甲清空啊。从第一层到最上面一层全部冰释迦啦。我那时候我才30岁而已。我记得我早上、中午、晚上我都在吃释迦，好高兴哦。当有朋友来找我，有亲戚来找我我也不要去买什么汽水、饼干了，我都请他们吃释迦，他们都很高兴。感谢上帝，这样听我吃足多释迦，吃几啊年。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去厕所都是释迦的味道。啊，感谢上帝的恩典，那么师父带领我到太麻里教会，我在那边有2年的时间，因为那个教会当时没办法荒牧，我就离开了，我就到这个高雄德生教会的支会燕巢教会去当传道师，燕巢长老教会。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可请教大家燕巢处上面几个？释迦，答对了。释迦不是释迦，芭乐啦，对，芭乐。啊，释迦打芭乐啦，释迦弟弟芭乐嘿。是那个芭乐这个燕巢芭乐真的很香甜，很好吃。还有一种，它还有一种水果，枣子枣子。各位弟兄姐妹，我在那边吃了很多芭乐跟枣子，很奇怪，那边的水果芭乐是特别香甜，枣子我会有种呢。他拿给我吃的枣子很像那青苹果呢，不是好看的呢，真的是很香甜，很好吃。我那边吃了好几年的这个芭乐跟这个枣子。我现在来到这个彰化美光教会，美光出什么水果？美光没有出水果，吉拿姆吉茂是我们一种排湾族的名产的，是这个糯米做的我们彰化，当我们到这个彰化这个交流道下去的时候，从这个西湖交流道下去的时候，会有看到人家在旁边卖什么水果？葡萄葡萄，很多葡萄。各位弟兄姐妹，考试跟你们考试一下台湾最有名的葡萄在什么地方？大村，不是，南投，什么地方？信义乡
季风葡萄哈，那个葡萄真的是很棒。牧师听说哈，那个信义乡那边的葡萄的种子是从西湖过去的啦。哦，真的假的我不知道，但是真的是那边的葡萄真是一流的。好，讲到这里哈，牧师来请教各位弟兄姐妹哈，你们知道德山不？德山出什么？德山韩吉熊盖站。好，最后一题，麻豆出什么？麻豆温蛋是熊盖有名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讲到这里，我要跟大家来思考，这个就是土地的问题，这就是土地的问题啦。如果那个这葡萄摕来太麻里种，太麻里的世家拿来西湖种得会漂亮吗？不会漂亮。这个就是土地的问题。当时这个黑人加尔领袖，他发现他们的土地根本就不适合种这个美国棉花，他适合种什么？上帝启示他，叫他去种这个花生啊。这个加尔就跟他同胞，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来种花生。他同胞很听他的话，大家就改种花生。不怕省掉呢，这花生一种下去收成特别好，又赚了很多钱。当他们没有卖完的花生，他们就拿去做这个花生酱、花生油、花生的面包、花生的用品。哇，在美国社会赚了很多钱。当他们赚了很多钱的时候，很多白人就对他们另眼相看。哇，不容易耶！有一天，有一个记者去访问这个领袖加尔，他跟他们讲：“你是用什么方法帮助你的同胞种土豆赚这多钱？你会使从这秘诀跟我讲无？”哇，这个加尔，他真的很谦卑，而且又很慷慨。他就跟这个记者轻声细语讲了一句话。他跟记者讲，他说我就是看到我的同胞种棉花遇到瓶颈，我嘛不知道要怎么办，但是他知道有上帝，他知道有上帝，他跪在土下，跟上帝祈祷，跟上帝求智慧，所得到的结果。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生命当中，你有遇到什么困难吗？求主帮助你。等到你也拄到困难的时阵，求主稳定家你伫地，让你有智慧来化解你的困难。马太福音书第7章第7节说：“求就给你们，寻找的就寻见，叩门怎么样？给你开门啊！”各位兄弟姊妹，这是什么？这就是信仰。如果咱有真好的信仰的时阵，我相信上帝一定会祝福你。你甲上帝求，甲上帝讨，甲上帝拍门。牧师相信有一天上帝一定甲你开门，让你得到稳定，得到帮助，得到上帝的稳定。愿天父上帝疼探甲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同在，让咱有真水的信仰，让大家人，咱拢来做好事，来得到上帝祝福甲扶持。而且会知影牧师要过来分享第2个故事。这第2个故事，伊发生在一个农场的所在。有一个农场的主人，哇，又够熬的啊！伊安怎熬？他在他的农场养了300只牛，多不多？哇，300只牛不简单呢，不是鸡呢，是牛呢。你每天要给这个牛300只牛吃这个牧草，这个饲料在吃足多呢。而且这个农场的主人他有完美主义啊！哇，他把300只牛，每一只牛都养得白白胖胖的，哇，不简单呢，有够厉害。讲到这佫互我想到一件代志。我记我10多年前我去拜访一个牧师，这牧师伊嘛真趣味的。我去找他，他就带我到他的长老家去拜访啊。我就跟他去了哇！当我到他长老家的时候，我一进他的家的大门我吓一跳呢。哇！我说他长老家怎么养了那么多动物啊？哇！我吓一跳呢。
各位弟兄姐妹，你这个长老养什么动物？你们知道吗？啊，他养的动物没有恐龙了。我真的吓一跳呢！我一到他们家的时候，他们家前面有个是他们家的广场很大的笼子，这个笼子比我们教会这个还要大，里面养了5、6只的狮子啊，我吓一跳呢。不止如此它旁边还养骆驼，水里面还养河马。不止如此，它旁边还养豹，还养什么？没有。哇，养了很多动物哎，我吓一跳，我就跑出去他们家的大门口，他家的大门口有写嘞，他说成人票50块啊，儿童票20块啊，哇，他们家就是一个小型的动物园嘛，难怪我这个牧师朋友带我到这个长老家参观这个动物，那时候我很好奇，我就好奇耶。我把这个长老问一句话，我说长老，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养了这么多动物，你1个月要多少的饲料钱？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弟兄姐妹，你们猜猜看，小型的动物园1个月的饲料钱是多少钱？你们猜猜看，大概多少？猜错没关系，10万。好，再一个来，100万，10倍。好，再一个，最后一个来。20万10万跟20万比较接近。这个长老跟我说他1个月要15万的新台币的饲料钱养这些动物。哇，我又很好奇耶，我心里想说，成人票50块，儿童票20块，各位弟兄姐妹，1个月可不可以收15万？不可以啊！长老说没办法，我没办法收15万呐。我说，我心里想说，那长老你是靠什么吃饭呐？你被要死哦！那长老那时候才老实跟我讲，他说他不是靠这个小型动物园在赚钱呐。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就很喜欢这个野生动物，所以他有去申请到一个牌，这个牌可以让他自由买卖这个野生动物。我了解，360行也有这一行哎。我很好奇耶，我说长老，那个野生动物要卖给谁？要卖给谁？他要卖给动物园呐。了解了。真的是不简单。好，我们把话题拉回来我们来看这个农场的主人，他养了300只牛。每一只牛都养得肥肥胖胖的，真的不简单，不搞哎。有一天发生一件事情，当这个农场主人他在工作没注意到的时候，他后山来了一群老虎啊。这群老虎他下山了，看到农场的主人没在注意的时候，就把300只牛的其中1只牛把它吞吃掉了，好可怕！哇！当这个农场主人发现他的1只牛被老虎吞吃了，非常的伤心非常的难过。当然1只牛被老虎吃掉，当然难过啊！1只牛可以卖多少钱？我感觉要20只。真的呢，1只牛被老虎吃了，这农场主人他走不出去，他每天在那伤心难过，为了那只牛被老虎吃的，他走不出去。1个礼拜，他还在那边伤心流眼泪；1个月过去了，他还是走不出来。3个月过去了，这个农场主人还在那边伤心难过流眼泪。半年过去了，这个农场主人还在难过，还走不出来。亲爱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想想看，如果一个人一直难过，连续难过半年会怎么样？忧郁症很可怕各位弟兄姐妹，讲到这里，牧师在跟大家分享，世界卫生组织他们公布，
21世纪的今天，有3种病症影响全世界每一个人的生命。COVID-19 不要说哈，COVID-19 最近才有的哈。你们知道哪3种病症影响全世界的人的生命？你们知道哪3种吗？哦，癌症、忧郁症，答对了，哇，好厉害！还有一种，癌症、忧郁症，还有一种很有名，躁郁症跟忧郁症同样的，还有一种很有名，你们都忘记了，不能讲就知道了，很有名，你们忘记了，忧郁症有讲了啊。COVID-19，我说COVID-19不要讲，这个不算，嘿，艾滋病 AIDS， 各位弟兄姐妹，世界卫生组织他说，癌症、忧郁症、艾滋病这3种病症影响今天21世纪每一个人的生命。讲到这里，我想到我小时候。我在外面看到一个人精神不大好的，咱讲讲什么？那是笑的，那是笑的，一句话就过去啊，一句话就过去了。现在的科学很进步，现在医学很进步，他把这个忧郁症、躁郁症、精神官能症、精神分裂症，他分得很清楚哎。你得到什么病要吃什么药，如果你的病症是轻微的，还会好哎。各位弟兄姐妹。现在有很多人得忧郁症的，得躁郁症的。如果咱有病，这种病，你要吃药啊，你爱吃药啊，足重要，足重要。你要轻症的还会好哦，求主帮助你。刚才牧师有说，一个人连续难过半年会得到忧郁症。好，牧师再请问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一个人一直笑，连续笑半年会怎么样？一直笑也会生病呢。各位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什么样的人比较会得到忧郁症？你们知道吗？啊？什么样的人比较得到忧郁症吗？喜乐的人会不会得到忧郁症？那刚才连续笑半年会怎么样？牧师告诉大家，我有一个喜剧泰斗，他最近过世了。我每次看到他，我就想笑，因为他长得很滑稽，他讲话都很好笑。可是这个艺人有一天他出来做见证，他说他得到忧郁症，我吓一跳哎，哇，这个艺人这么搞笑，怎么会得到忧郁症？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他最近才过世哦，你知道谁吗？他只有2个名字而已，啊？菜头啦，菜头啦，他最近才过世啊。他是不是很滑稽啊？很好笑哎，可是他得到忧郁症。我再怎么想也想不到他会得到忧郁症。真的，他就得到忧郁症。他带给人家那么多许多的欢乐，结果他得到忧郁症。菜头他不是有组织一个什么红底艺人吗？他说他每天。当时为了这红底艺人，他们的生活费、他们的薪水、他们的表演通告，每天那烦恼，到最后他自己生病了。菜头说，当他的病发作的时候，他只想做一件事情，什么事？他是想去自杀。后来菜头没有去自杀，他很聪明，他跑到医院去找这个精神科的医生去拿药。他吃这个精神科的药，控制他的病症。他又说了当他的病发作的时候，他吃这个精神病、忧郁症病的时候，他根本就压不下来呀。他吃下去的时候，他说：“我就是要自杀了呀。”后来他找到方向，他找到什么？你知道吗？他找到基督教宗教信仰，他走出来了。他吃药祷告，结果他走出来了。他不是死在忧郁症呢，他是癌症过世的。他是癌症过世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
我把话题拉回来，我们看这个农场主人，他走不出来，每天为了那只死掉的牛，他伤心流泪难过。最后怎么样？干脆这个农场主人他干脆将那299只的牛，把它放弃掉，让他们去自生自灭，不管它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会知影牧师讲这个故事，我邀请咱大家人来思考一件代志，就是有很多的基督徒，无论你信主多久，还是讲你信主几啊代啊，还是你信主无介久，有的人在生活当中遇到困难，或是遇到亲情失去的、爱情失去的，或是被攻击、被误会，他们想说：上帝，你都无照顾我。我敬拜你，我礼拜来教会敬拜你，我祈祷，为什么你也无照顾我？我拄了这么艰难。心软弱的人他会像这农场的主人干脆放弃这个基督教信仰，伊不来教会啊，伊不祈祷啊，伊不挖靠上帝啊，安尼就真可惜，这样子就非常的可惜。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信心软弱的人，他不可能在他生命当中做什么美事啊。因为人伊家己都过袂好，这是真困难。求主帮助咱，互咱无论拄到什么代志，咱爱甲上帝求，爱甲上帝讨，爱甲上帝拍门。牧师相信上帝有一天一直甲你开门，甲你摆设恩赦，互你得到稳定，得到伊的看顾甲帮助。求就互你讨，就甲你就互帮助你开门，拍门就甲你开门。上帝稳定会安尼带领你、扶持你、看顾你。英国有一个很出名的宰相，叫做丘吉尔。这个丘吉尔过去他讲过一句话，我想他这句话讲得很棒。他说什么？他说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会遇到困难，对不对？对呀，谁不会遇到困难？总统会不会遇到困难？也会呀，每个人都会遇到困难。这个丘吉尔说，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请你不要逃避啊，请你唔当躲避。如果你若逃避，后壁会来个一个更加困难的代志，会临到着你的性命。那我们要怎么办？丘吉尔说，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一定要安静心，你一定要祷告，求主让你有智慧来化解你眼前的困难。哇！我感觉丘吉尔讲这话有够水的。咱每一个人拢会拄到困难，亲爱兄弟姊妹。做困难，大家拢会拄到，但是咱唔免惊，咱倚靠主，咱倚靠十字架顶面这上帝，我相信伊会给咱摆设恩赦，他会帮助我们渡过难关，很重要。昨天晚上，是牧师一生当中最长的一个晚上。我昨天晚上也睡得不好。我6点多就去医院，因为我爸爸在急诊，他在安养院，他说情况不好，送到医院去急诊。我6点多赶去的时候，我就一直陪他。我去的时候，他几乎就没有生命迹象了。我伫遐祈祷，我在求上帝帮助，我嘛唔知要安怎。但是我就伫遐陪我爸爸，对6点外1点半到12点外，我才回去教会。我兄弟拢赶到，我先祈祷吟诗，我将阮爸爸先送去台中的殡仪馆。晚上，阮兄弟姊妹才过来讨论后事。在暗时，我一生中上过久的时间，会知影园长老你甲我问我爸爸安怎，我实在讲无啥会出来。多谢你的关心。但是我知影上帝给他89岁的生命，我也很满足了。感谢神，他89岁的生命，上帝带领他回天家，愿主安慰阮的亲人，
请你为我祈祷就好。上帝带领，我相信凡事有上帝的美意带领，互咱逐个人人生中间，无论做啥物代志，当活靠主，上帝会甲咱摆设恩赦，赐福咱。我的爸爸89年，我真满意啊！咱兄弟姊妹大家真满意，无简单，感谢主的疼。因为亲爱兄弟姊妹，咱伫咱人生中间，无论做啥物代志，人一定要活靠主，上帝一定会帮助咱，一定赐福咱，看顾咱。差不多伫1872年3月初9这天，有一个青年人，伊对加拿大坐船，伊来台湾要传福音。这青年人，伊为着要认同台湾，伊穿台湾衫，食台湾米，啉台湾水。伊搁较要认同台湾，伊20几岁时阵，伊归去伫台湾，带台湾人做某，互伊会使讲学一个真水的台湾话，伫台湾北部传福音。恁敢知影这人什么人？你们知道这个人是谁吗？马偕博士。马偕博士，他起初在150年前来台湾传福音的时候，他也遇到很多困难。他不会讲台湾话，他满脸的胡须，他被当地的台湾百姓欺辱，但是他都忍耐。有人看到他拿石头丢他，有人骂他是虎手番，有人骂他，有人打他。无论遇到什么事，马偕博士都忍耐下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150年后的今天，台北的马偕医院盖得那么高那么大，赚了那么多钱，又有马偕医学院、马偕护专，台湾北部又有那么多的教会。牧师在想一件事情：如果当时马偕博士来台湾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回去加拿大了，不来了，我想台湾北部的宣教历史要重新写啊。但是马偕博士伊无啊。伊活过上帝，伊忍耐落来，伊传福音，拍拼伫台湾北部开拓足侪教会，佮建立马偕病院，这实在是非常无简单。我感觉马偕博士，伊比咱台湾人更较台湾人，伊比咱台湾人更较疼台湾。伫医学中间，伊所行所做，真做咱逐个人真感动的事。伊85岁，58岁年，马偕博士伊得了脑癌，好癌过世了。在他过世之前，他讲了一个遗言。他说什么？伊讲如果有一天，上帝召我回天家的时候，然后掉这个天这个做的时阵，请你们大家不要把我的遗体送回加拿大。请你们大家把我的遗体站在我心所爱的台湾。所以到今仔日，马偕博士伊的遗体也伫台湾，伫台湾北部淡江中学后花园。马偕博士一生所做的也让我很感动。在20多年前，我在台北神学院进修的时候，我特别还跑到淡水中学的后花园去看马偕博士的墓园啊！我去看伊墓园的时阵我袂惊啊，我真感动啊！我感觉伊墓有够水的啊！伊边仔就是伊太太张聪明女士的墓啊，伊边仔佫真侪当时宣教师的墓也伫遐，大家墓拢足水的。到今仔日，迄个墓也伫发光啊，也伫讲话啊，也伫互人感动啊！马偕博士伫人生煞尾站的时阵，伊有做一首诗歌，这首诗歌的名叫做《最后的故乡》最后的故乡。无说会知影，过一摆，而且念互人大家听伊安尼讲我专心所听的台湾啊，我的青春拢献互你，我一生的欢喜拢伫遮。
我心袂使挂你的台湾啊！我的人生奉献拢互你，我一生的快乐拢伫遮。我伫丰富的中间看见山岭，伫云的中间看见全地，伫大海海涌摇动的对岸，我意爱伫遮看伊无煞。仰望伫我人生的线尾站，伫大海摇动的声音中，伫顶南摇动的阴影内，会使找到我最后的厝——台湾。各位弟兄姐妹，马杰博士他不是台湾人，他是加拿大人。他将他一生的贡献都献给主，娶台湾的太太，生台湾的小孩，死也要死在台湾。台湾是他最后的故乡。他为我们台湾人做的一件美事，真的是让我们感动。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是感恩节，牧师要再次谢谢庄牧师主堂教会对我们美光教会的关怀，你们所做的美事，我们感念在心。今年年初，我们的姐妹教会和美教会，他们在庆祝120周年的感恩礼拜，我们也去参加了。和美教会跟我们主堂教会都一样，很关心我们美光教会，你们都一样借我们100万的无息贷款的建堂基金，谢谢你们。我们也一样去献诗，我们不知道要拿什么给你们，所以我记得120周年在和美教会的时候，我们有奉献1只烤乳猪。今天早上一样，我们也是奉献1只烤乳猪，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感恩节的欢喜。上帝恩典祝福咱曾牧师，祝福咱德堂教会，同样祝福美光教会哦，未来宣教事工上恩上加恩，利上加利，荣上加荣，来为上帝做美好的事工。咱大家人来做好事、做水事，来做美事，来荣耀上帝的名。非常感谢主堂教会对我们的关怀哈。美光教会现在建堂都完成了，是3层楼，我要把塔盖4层哦，一个4层楼，1楼是我们的活动中心，后面有那个厨房，有浴室哦，有那个厕所。2楼是我们的礼拜堂，3楼是小小的牧师馆。其实没有4楼，就用铁皮把它盖上去盖一个通铺。希望我们的会友如果从南部3地门过来的时候，没地方住，可以住在那边。欢迎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有空可以来我们美光教会走走或者在那边看看。我们很欢迎你们来美光教会也是你们的家，你们的关心在那边我们永远纪念。上帝恩典，上帝爱，祝福我们大家也是感恩节，神的恩典赐福我们大家。好在感恩节时阵，咱来做好事，荣耀上帝的名。今仔圣经甲咱讲，主耶稣讲，这妇人伊所做是一件好事，因为伊将伊真正珍贵的那大香油奉献到主耶稣，主耶稣咧学落伊，主讲。就是普地的，无论什么所在传福音的，都要讲这个妇人的所行来纪念伊。亲爱兄弟姊妹，咱为了教会关心奉献，咱为了社会来关心奉献，咱为了咱家庭来关心奉献。上帝知影你咧做好事，上帝会纪念你。人死留名，好死留配。上帝纪念你，互你得到伊的看顾。那么咱大家人来学习这个加尔这个黑人的领袖。他有很好的信仰，为他的百姓求智慧，做了一件美事。那么学习马可福音为了台湾人所做的一切，到今仔日，伊的生命还在讲话，伫台湾北部做真好的宣教事工。咱们来学习这种的精神，咱学习互阮学习咱主堂教会庄牧师你们的这个信仰我们要学习愿神赐福我们。来一起来做美事，荣神益人。上帝的爱，上帝恩典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我感谢你的听。你感恩这个时阵，我美光教会真荣幸，今仔日会使来到德堂教会，
互阮两间教会会使到做教文一个联合礼拜。主，这是你对我的听甲恩典，我们要感谢主，你找过天使，得长教会牧师兄弟姊妹，伫阮美光教会建堂真需要的时阵，来关心阮，互阮伫经济顶面得到真大的帮助。阮俄乐感谢主，主求你帮助阮。当阮伫帮助人帮助的时阵，我们下摆我们会晓去帮助人，施比受更为有福。阮知影即种的真理，愿天父上帝看顾扶持阮大家，愿你听恩典祝福阮，帮助阮，互阮伫未来日子，阮有真水的信仰，阮来做好事，荣光上帝的名。像即个妇人人伊所做，主耶稣讲，就是普天下无论啥物所在传福音的，拢要纪念即个妇人人的所行，来纪念伊。愿天父上帝带领阮用即种的信仰来荣光你的名，愿主祝福，祈祷感恩谢谢。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这是咱做来吟圣诗，应答上帝的听。圣诗305首，我活是为基督，请起立吟全首。主的国，做你心中
现在请坐，只是请咱准备心来奉献。现在请坐，平安礼，咱请陈牧师。亲爱的姊妹，今仔日小牧师带予咱的信息，是为着主耶稣要伫十字架顶悬来成就上帝的作为。这个妇人人将伊手中的哪达香油献予主耶稣。亲爱的姊妹，今仔日是感恩节，咱的生命中间嘛有一份宝贝的上帝恩赐，就是伊所予咱的哪达香油。通过今仔日牧师的分享，勉励。愿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拢愿意将咱生命的香味，甲伊拍破，互伊挖出来。伫咱感恩的时阵，主耶稣伊所予咱生命的香味，就亲像咱手中的那达香油。我们为耶稣基督来摆上，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彼此请安，咱来孝念主耶稣的疼，咱嘛来学乐主耶稣伫对年头到年底，愿主耶稣继续用伊的疼。无论伫网络顶悬做礼拜兄弟姊妹，或者咱中间所有兄弟姊妹，耶稣听你，耶稣听，愿咱伫一生中拢领受，一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听，求咱脱离黑暗的关系，脱离黑暗关
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进入光明国度。哦，耶稣听你会求你，耶稣永远听你。我们同心来祷告。我们还主，阮做伙组织伫圣殿内，阮伫这个所在笑念感恩，对年头到年底，主你的恩惠极深极大。所以，阮伫这个时阵互相请安的时，阮特别要为着萧牧师因的家族来祈祷。主你实在真疼伊，你的想事、信心、愿望甲真爱，所以今仔日。对大一礼拜堂，直到伊讲出伊失去伊的老爸的时，阮才知影，上帝你已经煞牧师讲伊伫一生的作为，愿伊会通伫天堂向你交差，因为牧师讲有将伊的细囝栽培，食着上帝你的萝卜。愿天父上帝你，互伊伫天顶的厝，会通享受上帝你对伊的儿女讲。接来，我的囝，主啊，嘛求你纪念失去查某囝的正宗丽云，愿你怜悯帮赞，互因伫忧伤的时，会当常常向上帝你仰目，求天父上帝，你甲因三甲地地。主照顾阮教会心内有忧伤搅扰，无论是焦虑，无论是躁郁、忧郁。至诚的天父上帝，每一个心神不安的人，当因抬头看你的时，愿你的光进入伊的生命中，互因得到安慰。照顾阮教会的士大人，阮的长辈，互因伫上帝你的保守中间，日日拢有上帝的恩典甲开力。阮伫你的面前吟这条俄勒感恩的诗歌，因为耶稣的听就是阮最大的福分。也网络顶悬同心祈祷，兄弟姊妹请安，愿主耶稣会听进入恁的人生，对这时到永远无尽。阿门。美光教会的姐妹、弟兄、长老、牧师，谢谢你们今天来做礼拜，谢谢你们今天带来的赞美诗歌，特别是宝座。从你们的赞美当中，愿神的教会成为一个神用他的荣耀全能临在的地方，不论是美光教会或者主堂教会。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咱有这个足欢喜的时间，和萧牧师伫咱中间来分享，来主理礼拜。最大的目的，不是要和萧牧师伫德堂教会伫恁的面前学了做牧师，我们不配这么做。因为所有的一切恩典都是神的，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神自己所成就的。所以今天牧师回应你们的参与今天的礼拜，就是我们周报上的金句咱做伙来领受今仔日的金句，用这条金句来回应上帝伫这两间教会所做奇妙的事，就亲像今仔日伊的牧者，伊鼓励咱。伫人生中间，爱为主做一件水的事。申命记第10章21节，他是我们所赞美的，是我们的上帝，为我们做的那大而可畏的事，是我们亲眼所看见的。因为在我们当中立志行事，都是因为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运行，为了成就他自己的美意。主堂教会曾经破碎，但是神通过一些彰化中会的教会帮助主堂教会，所以今天不是我们借你们钱，而是神的钱，神拿回去给他自己的家人所使用。愿我们都能够成为这种拿大香油，美光也一样，主堂也一样。有一天，当我们听到神要兴起他的教堂、教会的时候，我们都愿意说：“主啊，我愿意。”我们就成为那一瓶的纳达香油。
谢谢你们来哈，多谢小牧师啊，今仔日的勉励啊，愿咱的教会伫今仔日，咱会当吃不是感恩节的那个火鸡，而是感恩节的大猪啊。我们教会我在主坛教35年没有吃过大猪了哈，这只猪从山上跑下来，真的不容易啊！因为我们今天一起有一个好的交杯哈，伫今仔日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的中间，咱做伙来见证上帝所做的事我要很慎重的将你们给主堂教会的这个机会，不是机会。是机会还给你们因为这是你们的借条各位弟兄姐妹，不要以为牧师在开玩笑这不是借条，这是你们的一把钥匙给主堂教会，这一把钥匙让主堂教会有机会能够为上帝做一点点的美事。我要讲，这是2016年美光教会来的一份的公文。咱的长子感觉讲是，咱应该通安尼做，因为这堂教会伫2002年来建造这个教育馆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无所有，但是神通过一些教会的帮助那我们盖完了那个教育馆之后，我们的长老掉眼泪，他说我们觉得很荣幸、很快乐，因为我们同心协力为上帝奉献一个教育馆给上帝。我相信你们也很快乐，因为你们同心协力完成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我将你们的马其顿的呼召还给美光教会盼望有机会有一天我们听到有任何一个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都说主啊，我愿意然后呢，请小牧师代替教会来咱给伊加油咱给因加油讲他们做了一件很美丽的事情愿一切荣耀归给上帝愿一切荣耀归给上帝接下来我们要为今天的生日的弟兄姐妹祷告，不是今天，是这个礼拜将过来一个礼拜。如果你是生日美光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欢迎你，我们一起来为生日祷告那来请刘玉成、刘玉明志宪、云欣、娱乐什么？对不起，那是受洗了。好，咱来请洗礼人咱来请洗礼人来头前，咱做来祈祷生日立婚节有来嘛？感谢来。那不就是那个郑丽婚好，咱来请张老娘来毋过张老娘敢有张老娘，请你来头前，你生日咱做伙来祈祷耶稣听你，主耶稣，阮伫你的面前来为着即礼拜生日的阮的姊妹牧师妈来祈祷，恳求主你施阮赐福，互伊有祈祷的关联，通为着庄大庆牧师做守望的祈祷，也互伊的身躯得到主你的施阮赐福。主，阮特别为着阮的姊妹来祈祷，求天父上帝你祝福伊伫过来一年中间，主你用油抹伫伊的头壳，互伊福杯满溢。阮伫你的面前献上感谢。主耶稣，阮为着所有即礼拜生日的兄弟姊妹，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施阮赐福，你用油抹因的头壳，互因的杯满出来，互因捧即个生命的杯到逐所在，甲人同得生命的福分。愿主你互因所行过的所在，人看见上帝你恩典的记号。阮伫你的面前安尼感谢祈祷，我靠耶稣的圣名，阿门。生日快乐！好，耶稣听你，你活过你甲大家讲。
感谢上帝，我会知搁办单。我倒摆我拢是车囡仔安尼牵落来，我若咧坐，我倒摆起着，我出来做咧办，祈祷上帝保守我出去。我会知讲办单，讲一个细块，我会车囡仔，我其他搁来倒落呢。我这倒甲讲业掉个啦，病也袂起来。我有互输送啊，我搁毋通出来。嘿，真正上帝甲我有起来，我就好咧靠好咧扭起来，会拢搭去。就当我家己一个羊皮来尔，无当着我。上帝你著感谢我，我有互输送，搁毋敢想出来。我好咧安尼扭起来吼，感觉轻轻吼，就互我扭起来。我讲毋好办单，我拢是牵好，爬去要出来，我就拢祈祷上帝，无是甲出去，会早就是办单要伫迄个说出来，就要祈祷，也要祈祷。上帝感谢我，嘿，我脚底条扭袂起呢，我讲怎扭也袂起来，我搁毋敢想出来啦，我出来。我感觉安尼好咧扭起来爱去哩，我扭起来我脚底，伊看我脚底无好，非常好收我。来，感谢上帝照顾无事嘛吼，咱感谢上帝伫伊无小心的时阵，保守吼。我讲毋好办单。骨骼疏松甲年长的长辈，拢爱做细致跋倒是这样，吼，常常是一个伤害的事。上帝照顾你，吼。起安尼，底条扭袂起来，我若摔落我就下来，感谢上帝。咱中间有人咧问讲，敢是迄个陈院长伫咱中间啦吼？张记陈院长伫咱的中间吼，伊是美光教会长老吼，伊是美光教会长老。我没有办法每个人都为你们介绍，但是很欢迎你们光临主堂教会吼，中华一定当你。搁有一位是陈牧师吼，就是小牧师的牧师娘吼，陈牧师，好，咱下面来请师会来报告吼，咱来请师会来报告。即时我来报告，请做伙来看周报。顶周聚会出席74人，现金4690块；主日学出席8人，现金370块；祈祷会出席8人。本周聚会，主日礼拜9点半伫礼拜堂，祈祷会拜3 8点伫礼拜堂，青少课礼拜下晡1点伫教育馆，查经班拜6 7点半伫线上。圣港服侍，下礼拜书会请林秋吉长老，领诗请青少年团契，苏琴请陈美秀执事，书宪甲招待请张世昌甲吴素琪执事，爱餐请郭玉玲姊妹。新眼康读经表，请咱照这顺序来领受。集体交通，第一，本主日感恩节主日，互咱做伙为今年所领受神的恩典献上感恩礼拜。第二，今日真心欢迎美光教会肖志明牧师甲中集兄弟前来做伙敬拜上帝，互咱分享上帝伫美光教会成就的美事，荣光归予上帝。拜三，下礼拜主日是今年抬杠节，互咱用祈祷的心欢庆。恳求会当甲耶稣有一个美好的相遇，愿救主耶稣搁临伫咱的生命中。第四，咱毋甘刘新德姊妹安息主怀，伫主的恩赐中，神煞了伊的工作，请各位兄弟陪伴郑宗祥甲李云杰祈祷，度过个别的伤痛。主日下晡3点有家庭礼拜，11月28下早10点入眠礼拜伫个住宅进行。11月30个别礼拜，咱来同心祈祷，求主来怜悯。第五，圣诞节
第一摆的总排演伫12月17主日爱餐了后，第二届伫12月23下晡2点半。咱等下有一寡角色的安排，请咱会友有要参与演出的，咱先留台礼拜堂。第6、11月17有洗礼甲圣餐，咱有刘一鸣、刘玉成、陈志宪、陈云新、刘以乐、刘以义、何以荣、沈千义，咱真侪囡仔要来做伙洗健身礼。第7，为着生日的人来祈祷。奉献报告，请咱家己看，若有出入，请过界人员来更正。大道事项，第1，为着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的感染期来代祷。第2，为着心心欠安的洪玉基、庄严、詹达、庄仁聚、黄宏仁，以及为着教会所有长辈健康平安来代祷。第3，为着教会青少年身心灵甲课业来代祷。第4，为着适婚青年的婚姻来代祷。第5，为着姊妹教会、富林教会、积极教会以及德克达教会来代祷。以上，这是咱来吟上行圣诗512首。吟诗煞，请谢牧师祝祷，请起立。愿咱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恩典慈悲，天父上帝受赐大福，听咱亲像囝儿。听咱亲像囝儿，诚心三甲来感谢愿主赐福保护恁，愿天父上帝荣光献照恁，也用慈悲款待恁，愿耶和华上帝常常看顾恁，守护恁平安。但愿天父上帝恩典、圣神爸囝的相通甲感动，甲恁正逐个人三甲之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